妙莲，皇上，臣妾在这儿呢。妙莲，妙莲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已经抓到冯昭仪了，现在该轮到冯昭仪抓别人了。是啊，该冯昭仪了，让他抓了该。来，朕亲自帮你蒙上。妙莲，开始了。皇上，妹妹，我在这儿呢，过来呀，在这儿呢，来呀，皇上，过来呀，妹妹，快来呀！别走，来呀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皇上，我来亲嘴巴，快来抓我呀！来呀，皇上，妹妹，快来呀！姐姐我在这儿呢。姐姐你在哪儿啊？来呀！快过来！皇上，快过来呀！你在哪儿啊？姐姐，姐姐，皇上，你在哪儿啊？姐姐，姐姐你在哪儿啊？姐姐，姐姐你在哪儿啊？你们在哪儿啊？皇上，姐姐你在哪儿啊？皇上啊！不好了，冯昭仪落水了！快来呀，皇上！妙莲，爱妃，妙莲，爱妃，娘娘，爱妃，娘娘，娘娘！爱妃，吓死朕了你！总算醒了，冯昭仪，爱妃，醒了！啊！你谁呀？爱妃，是朕呢。娘娘，娘娘，哎呦，娘娘，这是皇上啊！娘娘，太像公公了。娘娘，拍戏呢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工作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先走了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哎，这娘娘，爱妃您去哪儿啊？啥呀？娘娘，这是皇上，您别吓我呀，娘娘。妙莲，你莫非受到什么惊吓了？娘娘，娘娘，我跟你说，别吓我，我从小胆儿就小。这是哪儿啊？谁告诉我这是哪儿啊？娘娘，我手机呢？我钱包哪儿去了？谁把我穿成这样
月莲，你风言风语说些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别过来！我肯定是在做梦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，全都是假的。快醒醒，快醒，快醒醒！皇上，月莲，月莲，皇上，月莲，皇上，皇上，冯昭仪一反常态，是不是中了魔了？娘娘，快传太医！是是。妙莲，妙莲。皇上，赤梅荔枝，解解忧愁。没胃口。皇上，哎呦，皇上，启禀皇上，冯昭仪醒了，快去看看。都3个月了，他怎么还能醒？娘娘别担心，御医说了，他患了污秽之症，宫中无人敢接近。那皇上不是已经去了吗？你谁啊？娘娘，您真是病坏了。我是柳儿啊，这是朝阳宫啊，娘娘。娘娘，我怎么成娘娘了？娘娘，您是冯昭仪呀，您不会真